这次也很难了呢。市场上很多枪。没声音。找到后面。好了，追啊！再让那边卡到追。再让那边卡到追。又开始找追。开始找追。那这个钱找到六个了。找到。还是叫。开始找追了。喂，让他找对啥时候到9个人？不好。我本就按照自己发的办了。卡子追嘛，快走啥呀的？但是这个都比较好看些。哪里？你打好给哪？啊？打好给哪？没，他那个切好的，那他都切的。就是但木或者开，但是这个丢呢。你卡点嘛，到时候用作很多啥的人。那这些都丢了啊。现在我这不能说了。那不是说到很多地方吗？有那个啥都放的，那啥个地方能搞好多。